咳最慘係咩呢？唔係咳兩聲，而係咳到瞓唔到，講嘢都斷氣。喺英國買咳藥之前，你需要先做一樣嘢，分清楚你係乾咳定係有痰咳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集講咳，用一個原則，由最基本開始，唔夠先再加強。第一步，基本護理，多數人都用得。如果係一般感冒引起嘅咳，可以先做最基本嘅護理，飲暖水，保持室內濕度，喉糖，暖飲舒緩。夜晚如果咳得勁嘅成人，有時飲1湯羹嘅蜂蜜會更加舒服啲㗎。注意，蜂蜜唔適合喺1歲以下嘅小朋友服用。第二步，乾咳，有刺激性冇痰嘅。如果你係乾咳、喉嚨痕，越咳越刺激，咳到瞓唔到，可以考慮有止咳成分嘅藥，例如 dextromethorphan 呢類，目標係壓低咳嗽反射，等你可以休息到。第三步，有痰咳，覺得有痰卡住。如果你係有痰咳，覺得胸口好多痰，咳唔清，可以考慮有化痰類嘅藥，例如 guaifenesin 呢類，目標係令到啲痰稀啲，易啲咳出。一般嚟講呢，有痰咳通常唔係一味要撳住唔咳，重點係幫你咳得清啲，舒服啲。注意，如果你出現氣促、胸痛、咳血、持續高燒、喘得好辛苦，或者你本身有哮喘、慢性肺病，而家越嚟越惡化，建議盡快用111分流或者求醫啦。另外，如果咳咗3個星期都未好，都值得揾 GP 評估下原因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見。